TechCanto 話聽講呢間公司搞到好大嘢。OpenAI 推出新語音智能功能，加埋 API 度可以用喺客服系統，但佢哋話教育、創作者平台等其他領域都一樣用得着，應用範圍好廣。我話你知，呢個對我哋影響好大。Airbnb 話而家60%新程式碼都係 AI 寫㗎，仲有佢哋個 AI 客服機械人已經處理到40%客訴，唔使再交俾真人跟進，慳人手又快，科技真係幫到手。科技圈又有新嘢出嚟啦，快啲睇下。蘋果疑似快將推出帶鏡頭嘅 AirPods， 據報 Prototypes 已經喺設計驗證階段，測試緊量產前最後一步，可能用嚟配合 AI 功能，幾耐先出就未知。聽落好正，但係背後有啲咩故事？ Google 新推出嘅 Wearable 設備竟然冇屏幕，成個設計好突破，用感測同震動嚟俾用家提示。呢款產品同 Remarkable 新平板、DJI 新穩定器一樣，都係今個星期科技界焦點。聽落好正，等我話你聽詳細啲。Sony PS5 因為記憶體短缺，銷量急跌，加埋主機價錢貴咗，預料會影響下年遊戲部門嘅成績，真係雪上加霜。專家話呢個會改變未來，聽下點解。任天堂因為晶片短缺，要加 Switch 2價錢。雖然上年賣咗成1986萬部，但預計下年銷量會跌，真係有啲頭痕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